2013年嘅新學期啱啱開始，參選週年大選嘅各個單位都開始準備各項嘅宣傳工作。今年嘅週年大選風波不斷，喺1月1號，學生會評議會召開咗第9次嘅緊急評議會，推翻咗由學生會常務秘書柯文俊主持嘅原選委會嘅所有決議，定下咗新嘅選舉時間表。為事後，評議會主席譚振聲冇跟隨到正確嘅處理程序，就宣布散會離場。喺第二日，續會由李慧欣處理評議會主席，並且任命6名評議員，組成新嘅選委會，由師德堂學生會代表徐李嘉帶領。然而，風波並未就此結束。評議會主席譚振聲喺1月4號發出電郵，表示唔承認由教育學院代表李慧欣主持嘅第9次緊急評議會嘅後續會議，包括一切喺該會議通過嘅議案，如任命新嘅選委會成員等。其後，即將卸任嘅學生會會長陳冠康多次發出電郵，談及週年大選同埋佢嘅感受。一直以嚟，學生會發出嘅電郵鮮有提及學生會個別幹事會成員，包括會長本人嘅感受，所以陳冠康嘅電郵喺網上引起不滿。有人亦質疑陳冠康想藉此左右選情，例如批評其中一個內閣有候選人，包括周永康、梁雅文、黃以文等人，而未辭去校園傳媒職務而參選，同時特意指出另一個內閣由全部新生組成。我覺得佢唔應該以個人名義，跟住就去即係利用佢呢個學生會會長呢個地位去即係發泄可能嘅怨恨啊、不滿咁就令到可能啲同學誤會咗會未了解成件事之前就企咗喺佢嗰邊。我覺得成件事其實有啲於理不合，因為始終 mass email 係俾全港學生，唔係全港大學生去收一啲係大家會照知嘅嘢，而唔係你個人嘅想法啊。你有你講個人想法唔係唔得，但係唔係用 mass email 去講，你可能係用翻自己可能簡單 Facebook page 咁樣去講。有一啲嘅即係個私人嘅，你係公私不分啊，或者其實係對於即係我哋個學生會嘅事務啊嗰啲，其實係有啲咩干預咁樣咧？喺嗰封 email 嗰度就暗示咗佢其實係支持有新生組成嘅內閣，咁我覺得咁樣係違反咗一個會長應該有嘅義務，因為一個會長咧 suppose 係要以一個公平公正嘅姿態去做一個選舉出嚟㗎嘛。但係亦都有同學認為，咁我就覺得佢係講出一啲事實，之後其實我唔會就一啲事實而有任何嘅特別嘅意見，除非係之前有類似或者呢一次係第一次做嘅嘢，咁先會引起我會覺得佢係會有問題。因為如果有同學真係做錯嘢，即係違憲咁樣，作為一個主席講翻出嚟係唔應該違憲，我覺得係呢件事係正常嘅。但如果係有一方嘅同學違憲咗，然之後另一個 party 係冇違憲，咁可能作出咁嘅即係個人嘅聲明，就會對於冇違憲嗰邊可能會有 conflict of interest 咁。而至今兩個選委會仍各自籌組選舉，包括安排選舉資源同埋中央諮詢等。據悉，由徐李嘉主持嘅新選委會至今仍然無法使用校網嘅電郵系統，亦都未能夠獲得選民嘅資料。而內聯網所發布嘅選舉消息，全部由柯文俊主持嘅原選委會發出。徐李嘉主持嘅新選委會發布嘅消息，一般都係經由評議員提供予校園傳媒。而評議會主席至今仍未召開會議，裁定邊一個選委會為之合法。如果情況繼續嘅話，最終可能會誕生2個內閣，而2個內閣亦都唔會被承認，引發憲制危機。校園電視記者戴心毅報導。